大家好，我係 Alisa。我今日會分享關於跳舞嘅嘢，就係拉丁舞嘅全年總冠軍。第一件事我就係拎住咁重嘅杯仔，因為我努力咗，因為我7歲嗰時係努力咗，而我以為我係冇自己，即係冇我份嗰個意思啦，所以但係我跳完嗰個決賽，跟住我聽到嗰個名，跟住我就即刻好開心咁樣講，原來我有一個全年總冠軍嘅杯。多謝大家，同埋多謝 Miss Irene 同埋媽咪。Miss Irene 係我嘅老師，因為我已經學咗，起碼由2歲開始學到依家7歲，所以多謝 Miss Irene 教到我，同埋媽咪同埋媽咪好認真咁樣去教我點樣去學跳舞，佢亦都會喺電視嗰度播放俾我睇重複。如果我唔識，我都會再去睇，所以我要好好咁樣學習呢件事。拜拜。